国强和台北营总跨界合作，甲文物印做牌仔卡，唔但能透过耍牌仔实在文物，卖当增加互动、激头脑、防止失智。将国强典藏的重要文物拢印伫卡片，一寡充满艺术性的牌卡，其实是作为轻度失智者加强认知功能的利器，也都因为台湾即将要进入超高龄社会。国强甲台北营总合作，共同发行认定牌卡，透过认识文物、人际互动等方式，活化老大人的认知功能。适合用在失智症者是轻度可以沟通的部分，轻度 OK。那中度的话，可以试着试试看。中度之前就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，还有社区的长者也可以做进行。我看到我爸爸妈妈整个的状况，我当然希望我的老来不要对让子女或自己能够提早这样子的预防。智能治疗师表示，像脆角白菜等文物图像，那会当互轻度失智的长者想起过去买菜、洗菜市啊，甲家己动手煮食的人生历程，是真袂歹的认知活化。透过教材跟教具的一个互动与认知后，然后让文物转化为生活体验跟探索生命记忆的一个钥匙。到2025年。其实就20%的人口以上都高于65岁，65岁以上的人有7.99% 的民众呢失智。台北营总强调，随着社会高龄化，失智症的发生率一定增加，安怎预防甲减缓失智，拢是重要课题。透过认知牌卡，透过这寡会当认识节庆数据。是不回馈的多样，和长辈分享生命的历程，也是一种技术辅助治疗工具。未来会继续推广到社区活动中心，帮助失智者为家庭走向社区减缓退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